呢樣嘢咧喺同級嚟講咧，應該都係暫時獨有，而且佢嘅效能真係好高。呢件產品咧係真係做到隔熱同埋有色呢個功效咯。喂，啱啱44 pass 啊，冇問題啊！呢件好勁嘅產品呢，就係 Reno 嘅玻璃隔熱膜，而嚟自美國嘅 Reno 咧，更係真正美國嘅製造。佢備有納米碳陶瓷專利嘅技術，能阻隔最廣闊嘅紅外線波長範圍，同埋阻隔到99.9% 嘅 UV， 可以話係同類型貼膜中咧效能最強嘅產品啦。自從貼咗 Reno 之後咧，呢個感覺咧真係大幅度降低咗好多啦。咁始終紅外線同 UV 咧，你吸收太多咧都對皮膚唔好啦。其次就對車廂嘅飾件亦都係唔好嘅，好容易會加劇佢個老化。而佢最正嘅地方咧，就係你真係可以大銀幕前窗、後窗同埋尾窗咧都可以深色，深色得嚟咧又過得到運輸署，係完全合格，無需要擔心